今仔伫咧云林岛内九安里部分的农地长期拢是靠附近地区的水质来引产，常常会碰到欠水的问题。农业部即马是总算同意，搁要挖6口井，按算对3月底就会当完工。春运期间以及调布雷后，后续会进入灌溉期，这期间农业灌溉用水会大幅增加。但岛内市九安地区的农地，长期靠着邻近的水质灌溉，却因为水源不足，成为着灌溉用水无够烦恼。水源大部分都是拢看天落雨，也是自然想办法安尼。先前是这是欠水啦，有这个井当然对农民食水较利便啦。因112年大欠水的危机，经地方民代争取，农田水利署云林管理处拨出经费2030万，针对欠水的区域紧紧扩限水井6口，为这个月20号开始施工，预计3月底完工，会当做伙解决长期欠缺灌溉用水的问题。互咱的农民有好的这个水路吼，就是好的生路，互农民吼免过来烦恼有欠水这个问题，帮咱争取这个抗旱情啦，因为这算讲嘛是真欠水的所在啦。农田水利处表示，因为岛内大圳，每年5月15号才开始通水，所以岛内南管区以及做无供给地面水，有的区域长期爱需要地下水源补充灌溉，这区域农民嘛拢期待，紧期看案这完工后，唔免阁为着灌溉水苦恼，继续用为了报道。